礼拜的时间都要到，咱安静咱的心，有备咱的心来调敬咱的主上帝。用祈祷开始咱今仔日的敬拜，求圣神引带咱亲自甲伊相见面，因为伊会听会好调，咱来感受，咱来享受伊所赐的恩典、恩惠伫咱的顶面。这是伊定的安息日，这是伊定的圣日。咱伫即日着欢喜快乐来到伊的面前。伫祈祷的时，将你的重担放伫主的面前，摆咧伫伊的面前。伊听咱所有的祈求，伊听咱恳求的声。毋管你经过的日子是怎样，毋管你经过的即礼拜的生活是怎样，主甲咱讲，毋免惊，着放落你的重担来跟对我。伊安尼甲咱讲，人生的苦难的确会过，主听咱恳求的声。若是在咱临到咱的时，伊也要坚固咱，相信咱有平安。主上帝，阮真欢喜来到你的面前，因为这是你所定调的日子，阮伫即日要欢喜快乐。你所享受的逐日，阮要算效你的恩典。阮是你所拣选的囝儿，阮愿意伫即个时，到你的殿院回应你的呼召，将你听的恩典分享予阮的兄弟姊妹，阮的厝边。感谢你听阮今仔日的祈祷，感谢你感纳阮今仔日伫即个圣殿所做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向这平安，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阿乐咱的主上帝。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同齐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西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彼拉多前台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会相通，做赦免，着体的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以赛亚33章第2节安尼记载讲：耶和华啊，求你施恩予阮。阮听候的时，求你逐早起做阮的开力；阮遭遇患难的时，正做阮的拯救。感谢主，伊呼召咱要来正做伊合用的器具，贵重的器具。伊看重咱所奉献的，咱来回应伊荣耀的呼召。伫唱这首歌的时，愿你也有奉献的心来咱的主，将家己奉献才做偌济，做主上加宝贵的器具，主奉献。将
起双手，举起双手，乐你我主，专心专力献给你耶稣，一生一日我只愿要的呼召，勇敢所参一边来走，也一摆。一摆宣告，举起双手，乐你我主，专心专力献给你耶稣，一生一日我只愿要的呼召，勇敢所在边来走。一摆大声宣告，阮对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阮对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耶。搁一摆坚定来宣告，阮对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阮对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举起双手，乐你我主。举起咱的双手，专心专力献给你耶稣，一生一日我只愿要的呼召，勇敢所参一表来走。搁一摆宣告，举起双手，乐你我主，专心专力献。一生一日，我只愿要的呼召，勇敢所参边来走。一生一日，我只愿要的呼召，勇敢所参边来走。搁一摆来祈祷。主，感谢你连贯的头毛，拢一支一支算过。阮知你目睭看顾这所在，我要为你眷顾、看顾你的子女来献上阮的感谢。阮虽然知影无需要为着小款的代志来烦恼，阮虽然知影烦恼袂叫阮的日子来加添，总是你安尼甲阮讲。细囝来我身躯边，我就要互你得到安息。感谢你，互阮享受军队里所赐的平安喜乐。阮也感谢你，拭去阮忧伤的目屎，将阮的悲伤目屎收伫你的皮囊内。主，阮阁确信你帮助阮是通过你的话语，通过你所听的诗人，所写的字，所写的话语来鼓励阮。阮愿意军队里，阮愿意搁一摆来仰慕你，愿意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伫阮逐日
所经过的日子，阮坚信，阮相信你是赏赐阮平安的上帝。感谢你听阮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用感谢祈祷的心来吟，伊的目睭要看过一所在，伊的应允也要成就。愿咱顺着你的旨意来行。多谢敬拜，全心呼喊，全能的神愿你降临，慈爱双手。来，俄罗咱来做上帝，敬拜神音，充满全地，高举双手，荣耀归你，专心领受你的话语，世世代代都不偏离，你眼目看顾彻底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彻底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麻烦赶紧间奏，我们跟5个人说，神看顾我们，上帝看顾咱，神看顾着我们。甲兄弟请安，甲5位兄弟请安，讲上帝看顾咱。平安，平安。大声来敬拜，大声敬拜，全心呼喊。全能的神愿你降临，慈爱双手，大能帮背，直到如今人心神迹，眼目必看顾彻底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再次宣告，神的眼目看顾这地，你的眼目必看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这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这一次宣告，你眼目必看顾这地，领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这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祷告盼望，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我们将掌声归给我们荣耀的神，请坐。他这样说：你若大大张口，我就必大大充满。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欢迎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咱们欢迎圣神来到咱中间。我们张开双手，欢迎圣神，咱的嘴来欢迎圣神。圣神，听堂圣神，愿欢迎你。相信我欢迎你，跳堂学习我欢迎你，让你学会温柔的光，大万百的的救赎爱，真上主。心在在盼慕，天堂星星，天堂星星，天堂星星，欢迎你来，天堂星星，我欢迎你，天堂星星。我欢迎你，让你生回温柔的光，大万百一切的救赎爱，尊上主，心在在渴慕，相信。相信，天堂相信，欢迎你来。天堂星星，我们也相手欢迎你来。阮心切切脚步，你的话语伫阮中央；阮心切切脚步，你的听堂伫阮的中间。阮愿意放下地上一切所爱，来顺探你，跟对你。天堂星星，愿你圣火点倒伫阮的心，愿你圣火点倒伫阮中间，顺服你。感谢你的听堂稳定伫阮中间，愿你旨意得成，愿你显明奇妙，将你心意交到予阮。帮助阮，帮助阮。搁一摆来宣告呼求圣神，天堂相信我欢迎你，天堂相信我欢迎你。相信，天堂相信，欢迎你来，天堂相信，我欢迎你，天堂相信，我欢迎你。今日
心，欢迎你来。搁一摆来三个。听通相信，听通相信，听通相信，欢迎你来。主上帝，你无忘记你困苦人的苦求，叫你举手，举你管灵的双手来拯救困苦的人，求你的光照阮头前的路站，互阮知所要行的路是伫你的旨意中间，因为你的圣神会伫阮的后壁甲阮讲，这是正路，你毋通偏左偏右。阮真爱你来甲阮同行，阮真爱你的圣神伫阮中间，显明你奇妙临在。阮真愿意圣神来阮中间，教导阮你的话语是怎样。阮愿意顺服，求你互阮跟对你脚步的时，有平安喜乐。哈利路亚！主，感谢你用医治的疼医治阮，阮经历你的医治，阮也经历你的平安。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阮也要恳求你，因为你听台湾这个所在，阮知阮所拄着的风台，阮所拄着的风雨。阮所拄着的土石流，甚至阮所拄着的堰塞湖的灾难，主，阮拢要知这是你，互阮知阮人的美色，阮知阮人随时会性命无去。阮真知影，阮今仔日所活的一口气是你。是你的帮赞，是你所应允的。阮真感谢你，互阮看见这个代志，也手是阮的政府官员，想是阮有智慧来算小你的稳定，有智慧来处理这个代志，叫你的公义，你的平安，你的稳定，伫即个所在。愿你旨意伫正，亲像伫天灵；伫地里，亲像伫天灵。感谢你听阮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也要请大家继续为咱所知影兄弟的病痛，咱所经历的代志，伫你所拄着的代志，来摆列伫主的面前，伊要听咱的祈祷。免烦恼，伊安尼甲咱讲，免烦恼，对我的人有平安，免烦恼。所以，咱为着公道的事项，真紧来看，圣神感动咱，为虾米代志举起咱的双手来祈祷，你会当安尼来求圣神帮咱，因为伊真正是救咱的上帝，拯救咱的上帝。听了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满心充满感谢，因为阮知影你伫阮的中间，应许阮的属灵的画面，阮的会当每日通换心去做转变，以及着咱嘛毋茫去看过
及着咱的关怀的事工，教会济济需要，以及着咱肢体软弱的咱的兄姐，阮要做伙关怀代祷，搁较济来明白真理。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下面是启用的时间，我来启，大家来吟。启用文第39篇。伫将来的日子，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万民会来讲。咱来去上主的山，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律法会对锡安发出。伊会伫列国中施行审判。因会将刀拍做犁头，即国无可举刀攻击迄国，哪国的家就来。即是咱要来唱新圣诗22首，主上帝正手，请起立。
咱即时要邀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日所要献诗的题目是坚定无煞的疼。
下面咱要来看咱的周报吼，咱来看消息报告。今仔日为着大神纪念主日，咱感谢中华路教会吕培玲牧师来甲咱的中间来分享正道愿主来继续带领引带咱大神的逐项经费的需要伫升学教育甲济吼，搁较济会做久的成功的人，会当搁较济来教育遮个兄弟姊妹嘛请兄弟来关心大道奉献。今仔日伫纪念主日咱是伫会后，咱是有即个小组吼，嘛咱台语甲华语的聚会，咱是合并来聚会咱搁有即个活水泉小组吼，咱的聚会嘛拢有改伫个即个11点到12点吼的3楼的教室。咱下一周华语礼拜嘛是照常的聚会啦吼。昨拜六11月15即个7点半，咱有召开着第5摆的即个中集会，请为着明年度的即个咱教会内底的福音的事工的进行来关心大道。伫1楼的招待套即个有提供即个圣诞的即个缎带吼，嘛提供咱教会建堂吼，即个义卖的需要吼，嘛请兄弟姊妹来关心选买吼，咱嘛继续为着咱建堂咧捐款的即个工课来做伙来带到。今仔日伫会后11点到12点，伫牧师的办公室有召开着主日学即个同工的会议嘛请老师甲咱的同工会当做伙来参加若是有小朋友需要照顾，嘛请老师吼伫即个2楼咱即个教室吼来看影片吼。伫下一周拜六圣歌队，咱要来聚会进前呢咱要来举行着即个圣歌队队长甲副队长的即个改选，嘛邀请所有咱圣歌队的队员拢做伙来参加。下面咱要来纪念即个金句。愿守事吞忍安慰上帝，咱下底来是指照基督耶稣福音真用水应跟上帝，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但愿是那位上帝上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罗马书15章5到6节。这是咱我要来读圣经，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27节。亲像身躯是一个，毋过有真济肢体。身躯虽然有真济肢体，毋过身躯只有一个。基督嘛是安尼。无论是犹太人，也是外邦人，奴隶也是自由的人，咱拢对共一位圣神领受洗礼，成做一体。搁咱嘛拢食
共一位圣神来得论职。身躯毋是只有一个肢体，是有真侪肢体。脚若讲我毋是手，所以无属身躯；脚毋是安尼讲，就无属身躯。耳若讲我毋是目睭，所以无属身躯；耳仔毋是安尼讲，就无属身躯。全身躯若拢是目睭，要用啥物来听？全身躯若拢是耳仔，要用啥物来闻？安尼上帝照伊的旨意将逐款肢体安置伫身躯。全部若只有是一个肢体，哪会当算做身躯？安尼肢体有真济，毋过身躯只有一个。目睭袂当甲手讲，我无需要你；头嘛袂当对骹讲，我无需要你。其实咱的身躯遐个看起来较软弱的肢体，颠倒较有必要。咱看较无像捌的遮个肢体，颠倒较互因看重，较歹看的遮个肢体，颠倒要互因的装扮。遐个较好看的肢体就无需要装扮。上帝将身躯安排好势，互遐个无重要的肢体得到较大的尊重，通互身躯免得到分裂，颠倒互逐个肢体互相照顾。一个肢体受苦，其他的肢体就做伙受苦；一个肢体得到阳光，其他的肢体就做伙欢喜。因是基督的身躯，逐个人是身躯的肢体。咱即时要来请即个小朋友来读即个华语读经吼。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律法给他加上体面，不去每个律法的找去美。我搭这绳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的荣耀所有个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好，谢谢，好棒哦！咱即时要来唱诗歌吼。
师来为着咱的细囝来祝福祈祷吼。咱来为咱的细囝来祈祷吼。哇，拄拄啊看到咱的细囝伫读圣经，伫服侍的过程，咱就知影咱大桥教会是一个互相彼此照顾集体的教会。特别咱阁会当为着遮个细囝来做伙来祈祷吼。啊，无咱即摆同心做伙为着咱遮个细囝来为因祈祷吼。啊，兼且也有细囝还未来到遮个，也求主来保守吼，互大桥教会细囝。哪来哪加添上帝的智慧，甲上帝的祝福，甲因同在，互因为上帝的赏赐，咱同心来祈祷。阿爸天父主，感谢你，你互大桥教会有遮尔好的恩典甲赏赐，互细囝来伫阮的中间，互每一个细囝拢有上帝的平安，互每一个细囝拢有上帝的赏赐，互因知影，因是上帝手中的宝贝，目睭中的目睭人。互因知影，因是上帝所赐福的，因要加倍恩典来祝福伫大桥教会。互大桥教会知影，因是上帝所充满的教会，互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这是咱要来邀请吕牧师来正道。今仔日的主题是同心同行，聆听甲建造。感谢咱的各位同工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经文吼，咱就知影是咱的身体吼，袂当拍算一个啦吼。咱有时咱的小妞妞，也是骹枕头吼去踢着的时阵，拢足疼的对无吼？伫咱伫大桥教会，我也咱感受到是，咱对大家每一个肢体拢真照顾。你看，咱阁有细囝，可以当来遮做伙读圣经，为着细囝来祈祷，就是咧要显明讲，咱大桥教会对遮个细囝的疼惜，对每一个人的关心，吼，佮每一个人的照顾。咱的圣歌对咱的敬拜儿乐，嘛是伫上帝个人内底做伙来服侍。这是个真水的画面吼，这是就是我感觉教会上特别、上水的所在，就是伫遮。伫无共的年纪吼，咱有看到，拄仔我伫楼骹的时阵，有一个长辈讲，哦，我伫遮服侍哦，我是有咱教会吼年纪吼第一楼的男性的长辈，哇，足好安尼，我感受到哇，这感受看，对长辈到逝世拢伫服侍的教会，真正是一个同心同行，因有详细听上帝话，嘛同心伫建造的教会吼。甲恁家己拍拍手好无？荣耀归上帝。这真的很棒，这真的很棒。真欢喜吼，咱会当伫遮三见面吼，因为咱伫台神吼，台湾神学院的教学讲台内底吼，我互学院受派来到咱中间，来甲大家分享，我直直来对无？吴牧师嘛直直叫阮遐，吴牧师嘛是阮的迄个第三小区的区长啦，我是伊的书记啦，所以阮两个嘛，咱会伫迄个第三小区咧有备代志的时阵吼，拢会互相交流吼。所以即嘛是一个上帝咧备办的祝福吼，互咱会当接做互相会当较近来服侍的所在吼。嘛感谢学院的安排啦，互我会当代表台湾神学院。我甲吴牧师拢是男神的，但是你看，我嘛彼此相疼，我嘛疼台神啦吼。台神就伫阳明山迄个所在吼，我嘛做伙来为着台神即个学院的需要，大家来请安报告吼。也感谢大家过去的一年对台湾神学院的奉献甲支持吼。台湾神学院嘛有准备一个新的影片，2025年的。因校长吼，嘛拄仔换一个新的校长吼，蔡牧师，因阵有伫家己教会服侍过吼，嘛是求上帝来保守，伫一个新的学院的学长伫
校长在引带的过程，互即个学院有一个新的状态。吼，咱来看即块大神的影片，好无？吼，因甲咱翕的影片。咱等一下吼，咱互网络走一下，吼，好来，等一下就来啊吼。咱的佛师，所以咱也感受到，每一个肢体真正足重要的。哦，伫佛师内底，每一个肢体，咱互相甲伊鼓励，互相甲伊支持，甲帮助的时阵，互伊整个的运作会哪来哪顺利，哪来哪好。所以互相的帮补，嘛真是真重要的哦。这很好用，它自己做的。如果这个太长了，太长了。进入生活每一个角落，伫家庭内面、伫工作内面、伫社区内面，展现丰富的生命力，真实来实践信仰的生命意义。伫大神即款的态度是培养、是磨练，敬虔的操练是伫知识甲信仰的挣扎中，学习倚靠上帝的恩典，继续向前。伫真理的光照下面看见家己的软弱，因为敬虔，互知识有谦卑的根基。互宣告有温柔的力量，去承接上帝交托予咱的使命。为学生行过痛苦甲精神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敬虔的操练。因为敬虔不是一种表现出来的宗教的一神，也是伫破碎中会通倚靠上帝。学生伫痛苦的中间学习的，就会带着伤，会通继续勇敢来行，也去愿意来信靠上帝。咱所以通做的就是陪伴伊祈祷，陪伴伊哭。我知影伊毋是一个人，也毋是靠家己就会通来赢。迄个时刻就是信仰定根的时刻，也是训练你会通活出一种信仰的程度。即款的态度是会通来受培养的，慢慢将敬虔内化做一款生活的方式。在台省学习知识不是为了知道更多，而是一种认识、体认的过程。在课堂上专心聆听老师还有不同学生的声音，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了解，我们学习与人与上帝同行，学习从上帝而来的智慧。这样的知识是寻求真理的过程。在这样过程当中，我们得着信仰的力量，让生命有根有基。我们的目标不是塑造一个神学家，而是塑造一个以爱、以真理行走在真道上的牧人。伫我家己过去信仰成长的过程中，真侪时阵拢只有一款对圣经的解读，来遮受装备了后，互我伫学习顶面，也是伫看待别的代志顶面，会当看见无共款的解读，有个塑条。
从小在老牧师的带领下，对于宣教有很重的负担跟热忱，所以我选择报名缅甸的短宣。我是去服侍他们，结果最后回来的时候，发现原来我才是被服侍的那一个。宣教不只是飞去另外一个国家，它也不只是喊着传福音的口号。金钱的心和知识的力量是我们做宣教的根基。如果我们有金钱、有知识，却没有用行动走出去，我们的信仰只是空谈。如果我们到处去宣教，却没有知识的装备和金钱的态度，这样子的宣教工作也将会带来不同的影响，甚至是一场灾难。宣教不一定要做跨国，但常常要有跨越心理的界限，这样子的心智，跨文化、跨种族，跨出舒适圈，走向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群体跟社群中，甚至是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宣教可能发生在异国他乡，也可能就在我们城市的街头、社区的长照中心或学校的校园里面。宣教它也不只是一个3分钟热度的活动跟行动，而是长久的委身。因为福音不止于口中来宣告，它要被活出，成为光，照亮在每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台湾新行耶稣名，是训练愿意委身，用信仰回应这个世代的传教者。所以，我用敬虔来培养性命，用圣经来装备知识，将神学教育甲教会事奉紧密结连，培养出备办敬虔知识、传教热情的少年工人，然后找肯定行入这世界。各位亲爱的姊妹，阮邀请恁做伙甲阮正做建立上帝国的同伴，请恁用祈祷来支持，用奉献来参与，互搁较侪性命受到培养，成做主所喜爱工人，互神学教育成做这个世代的祝福。互神学教育成做这个世代的祝福。这嘛是咱对神学教育的期待啦吼。咱嘛知影，即马伫神学院的招生实在是有困难吼，毋管是台神还是男神人数哪来哪少啦吼，即嘛是阮所烦恼的代志吼。阮伫中会开会时，看到遮个数据，阮嘛是感觉哇，哪会过离遮尔济的时间了，变成人遮少吼。毋过阮知影的是上帝嘛是佫会兴起吼，兴起伊的工人来服侍吼，所以咱真正爱特别为着学院来祈祷，毋管是男神，毋管是台神吼，尤其是今仔日是台神的奉献主日，恳请兄弟姊妹为着台湾神学院继续来支持来倒教献，互咱的神学教育会当个延续落去吼，延续落去。所以伫今日讲到即阵，咱做伙来祈祷。即阵白上帝就感谢你，你互阮互相诚做肢体，你嘛互阮知影，阮身边，尤其是伫阮神学教育的内底，更加需要你的帮赞。尤其是伫阮的宣教、阮的传福音、阮的教导，所培养的牧者的内底，主啊，真正需要你大开力的引带。伫即个少子化的世代，阁有一个真大环境的困难内底，阮的神学生，咱来领救的时阵，上帝也恳求你帮助阮，互你的信心充满伫阮的心，互阮会当来鼓励，会当来投入伫即个神学教育，嘛来支持、帮赞甲祈祷，互神学院，毋管是台神还是男神，拢有上帝的引带。保守，互因会当代代流传，代代成做伫咱台湾宣教的根基。感谢主上帝，也祝福伫大球教会，互即个水佮可爱的教会有上帝引带，日日兴旺，日日得到上帝的保守。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咱今仔讲着同心同行吼，爱听爱建造吼，
一直咧甲因讲吼，就透过经文嘛咧甲咱讲，教会真像一个大家庭吼。我看咱大家教会嘛，真像一个大家庭吼。咱有长辈，咱有逝世，咱有中壮年的吼。咱伫这内底吼，尤其咱的教会有迄个赖群组吼，你看大桥教会赖群组吼，赖群组内底吼。咱伫赖群组内底，常常都有看到即个文章的提醒嘛吼，有的人会打一个早安吼，早安文，有的人会打无共的福音的提醒，嘛有咱教会事工的提醒吼，遮拢有。你若看迄个群组内底吼，你就发现，有人咧潜水吼，就是秘伫内底，无啥物发言，就像潜水艇安尼观察。有的人拢乖宝宝，拢会甲你按赞，按赞。所以你也看到一个教会内底有无共的个性，有无共的个性。有时透过安尼，咱即个教会大家庭内底嘛有无共的声音，所以咱毋讲即个人个性来安尼，即个人个性来安尼。咱拢听主哦，每一个人拢真听主，拢听教会。但是真可惜的是，有时阵咱无法度进入伫对方的心内底吼。亲像夫妻共款吼，哇！你搭迄个结婚遮尔久的时间，有嘛是会心内会有生气，想要对对方发脾气的时阵，迄个时阵就是咱无法度进入伫对方的心内底。伊讲的吼，伊拢讲袂听啦，伊拢无爱听话啦，安尼。所以伫冤家的内底吼，只要有一个坚持讲，我就是对的时阵，即个家庭就会，就一直冤家落去啦吼。因为是变成一个单方面在让步，一个方面无要来让步的过程吼。所以另外一种情形就是两个人拢足歹的哦，哇，两个人拢安尼互相指责吼，像地沟安尼一直甲你指责。就是你毋对，就是你毋对，另外迄个嘛是讲，嘛是你，就是你，互相冤家的时阵吼，咱就邀请即个人出来，这咧死的，这有4个，这个叫末日4骑士，就是咱启示录内底有讲过，有4只马仔会出现，第一个出现的时阵，天地会安怎毁灭；第二个出现的时阵，迄瘟疫啥拢布满全地。第三个出现的时阵有啥物天灾灾难来到是耶稣基督会出现这是末日4骑士这是用一个圣经的比喻迄个一个心理学的研究家Gottman伊所研究出来，即个家庭内底咱爱小心细腻。第一就是批评批评即件代志是冤家的头一个开始冤家两个咧要冤家的时阵，头一项代志就是开始互相批评。毋过批评其实伊是内底包含着一个实际的状态实际的状态。比如讲，太太甲先生讲，为虾米你的袜仔搁放伫迄个沙发下骹？你咧拢搁藏伫遐迄是一个实际的情形。太太用较大声的话甲你讲甲先生讲即个开始的时阵，先生也知影理解讲歹势啦，好啦，我甲摕出来咱处理就好就好。若毋是安尼安尼好好来处理的时阵就会到轻蔑比批评更较严重的话语叫做轻蔑。轻蔑的意思就是讲，伊的轻蔑的意思就是讲，即个批评的话已经进入到伤害伊的人格，伤害伊的自尊，伤害伊所爱的伊保持的迄个价值观。当太太讲你杯仔拢乌白蛋啦，你拢安尼啦，你拢放伫遐的时阵，先生就讲你莫亲像迄足杂念的小查某，伊就甲我骂好无？有无轻蔑？有无？安尼就有轻蔑啊
所以这两项代志加起来了，就会开始安怎？防卫吼，防卫内底包含，毋是逐个面起来是心拍拍的吼，两个就开始骂啊，你就是安尼啦，你就是安尼啦，你就是安尼啦，吼，这拢是伫迄个家庭门内底，伊所研究出来的家庭状态啦吼，来冤家的时阵吼，冤家了，就搁发现一件代志，冤袂过啊，逐个拢无要让步啊，就安怎？冷战。冷战就是筑高墙啦吼，我不爱插你，我嘛不爱插你，吼，两个就筑高墙，吼，所以这末日四骑士吼，真正是咱家庭的杀手啦吼，这足危险吼，这着爱咱有意识着即件代志，咱开始进入伫想要批评的时阵，咱还会记哩，哇，批评了后有轻蔑，轻蔑了有防卫。防卫了会筑高墙，吼，安尼咱就袂当家己请入门呢吼，对无？当咱开始意识着讲有问题的时阵，咱就爱吼，袂当，咱就爱想讲，我要安怎甲对方沟通，互伊会当伫上帝的听内底。既然咱拢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嘛，咱要安怎伫上帝的听内底，互即件代志变甲受祝福，吼，受上帝的疼惜，甲上帝的保守，吼。所以就伫即个经文内底啊，吼，来咱做伙念即段经文好无？约翰福音17章21节，咱来用华语来念来请。愿你们都合为一，正如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一样。吼，但是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明明这冤家要安怎合而为一？即个重点吼，毋是人要安怎去沟通，是咱家己要安怎伫咱天父内底，就亲像咱伫耶稣基督内底，吼。所以即个合一，吼，合一毋是独裁哦，毋是讲我叫你安尼就要安尼，我叫你安尼就要安尼，我叫你器官爱捐赠出来就爱捐赠出来吼，国有器官，毋是安尼。毋是即种合一咯，吼，咱伫遮讲的合一，是伫上帝内底合一，因为咱知影，就算带领出埃及的领袖摩西，就算耶稣基督，伊敢有互批评过？有吼，伊嘛有批评，甚至嘛有轻蔑啊。耶稣讲啊，你毋是足够吗？你毋是上帝的囝吗？你若无对十字架顶落来，有无轻蔑？拢会啊，吼！但是今仔经文讲，迄个合一是伫上帝内底，是透过上帝的听，佮有咱的耶稣基督的救赎，互咱有罪的人，迄个罪被赦免了后，伫上帝内底来和好，伫无共的个性、无共的环境、无共的年纪，吼，无共的种族，吼，毋管咱是平埔族，还是原住民，还是咱汉人，无共的光谱内底，拢会当归荣耀互上帝迄种的合一。就像恁今仔日的礼拜共款，恁每一届的礼拜共款，咱咧敬拜俄勒，咱咧信歌队，咱咧诗会，咱甲囡仔祈祷安尼，是毋是拢无共的个性，无共的年纪，无共的状态？但咱知影即个方向合一，伫上帝内底。所以教会就是一个合一来行动伫上帝内底的上帝。所以这就是大家教会真水的所在，吼，互囡仔嘛会当学使，互每一个年纪的人拢会当学使，拢会当学使。但是你知影伫教会内底，吼，尤其若伫足侪事工内底，吼，伫家庭内底嘛是啊，即个合一吼真困难吼，咱要安怎搬过，吼，搬过即个问题，尤其是伫青少年啊，甲咱沟通的过程内底。要安怎搬过迄个无共的世代迄个代沟吼，来听对方的话吼，就真做咱来努力的一个方向吼，咱来努力的方向。所以即个无个用着。
所以吼，这就是讲，上帝的疼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互咱有罪的人甲上帝好好合一，伫无共的光甲无共的特色内底，归因光互上帝，归因光互上帝。吼，但是咱要安怎突破迄个无共的认知？吼，不同的认知啦，吼，少年人有少年人的了解。咱大人有大人的了解，像我即马要去带少年的人，哦，迄风高音足大呢，我拢毋知影即马咧流行啥，敢若逐工拢听伊伫遐看迄韩团伫遐跳舞，吼，我讲哦安尼哦，因耍的物件拢甲咱完全无共款。咱要安怎跨越那个鸿沟，去跟他们对话？吼，这真正是真需要动脑筋的啦，吼。所以即个经文，咱今仔较会选即个经文来讲吼，因为伊毋管安怎，拢是咱身躯顶的一部分，是咱教会顶的一部分，吼。所以咱来念即个经文好无？哥林多前书12章14到18节来请。生子原不是一个子语，乃是许多子语。若讲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生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生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生子，他因此就不属乎生子。脚全身都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哦，你来想想，如果咱规个拢是目睭的，是偌恐怖的代志。吼，全身都是眼睛，要安怎食饭？要安怎听到声？吼，规身躯拢是耳啊，要对鼻味啊，吼，最近是火烧嘛，吼，迄有一届，哇，迄目睭甲鼻仔拢，互迄个火烧的迄个雾打着吼，打伫咱的身躯顶吼，感觉足无爽快。这就是身体奇妙的所在啊！你会当闻着，你的目睭会当感受到，这是危险的状态。这嘛是上帝甲咱讲的，你袂当放弃一个咱内底所有的兄弟姊妹，咱拢要去重视别人的无共，甲别人对即个教会的付出。所以咱就是爱成做上帝的肢体，上帝的肢体。所以保罗用即个比喻，保罗用即个比喻甲咱讲，手袂当代替骹，骹嘛袂当代替手，目睭嘛袂当代替耳仔。每一个世代，我想保罗嘛是拄着即个问题，有代沟啊，有代沟出现啊。每一个世代拢有伊的功能甲恩典。咱的长辈，因有因的智慧，因嘛有因谦卑的服侍。我今仔日是互长辈服侍二电梯入来，我讲哇，足感谢，足感谢。咱的少年人是安怎？咱的囡仔是安怎？因是有活力的，因会当来服侍乐器，因会喜即个乐器，因会当伫因的活力、因的创意内底来表现。这是上帝设计，虽然年纪无共，但是有安尼的差别，所以咱毋是要比较，咱是彼此有需要，彼此爱补助，互即个耶稣基督的身体，大桥教会哪来哪健康永驻。所以伫心理学内底咧讲的是每一个世代拢是伫无共的环境，伫无共的教育。伫无共的生活甲变迁内底的价值观内底来成长，这真自然会形成一个世代理解框架。什么是世代理解框架？再来解说就是每一个世代在看世界，伊在理解，伊在讲出来的话，会无共款，因为伊有伊的框架伫底。比如讲。战后婴儿潮时代的人，啥物是战后婴儿潮时代的人？即马80几岁、70几岁、80几岁，咱举手我看卖啊咧，好无？
你80几岁以上吼，哎，甲因拍拍手好无？啊，感谢主吼，即个时代的人真正是重视责任感、稳定吼，因为因活伫一个摩登时代，摩登时代听起来就厉害。摩登时代就是现代，现代吼，伊就是有标准吼，伊拢有一个模板标准。我们要照着那个模板标准去完成这样的使命，吼，就稳定诶，就有责任感诶，吼，因足重视迄个，我爱按照即个标准，照即个规矩来行，吼，伫迄个时代内底，啊 X 世代是啥人？吼，就是40几岁、50几岁，吼，以上以下诶人，吼，以上以下诶人。咱遮嘛有嘛吼，40、50岁吼，40、50岁。X 世代吼，伊注重的就是效率，甲伊的独立思考能力。佮较简单讲，伊叫做后现代主义。头拄仔是现代嘛吼，到阮即个世代，阮变成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一个特色，就是解结构。嘿，我即个挑战一个哦。嘿，我感觉即个规定会当小可改变，会当做较好啊。吼，你会感觉较少年无水着做即种改变有无吼？你会感受着因会小可改，因会去改互伊效率较悬，吼产量较悬。吼，我迄阵伫台积，毋是台积，我伫联电吼主科的，阮拢逐工伫咧想讲啊，迄要安怎互产量较悬，要安怎做较好诶，吼。X 世代注重是啥？啊，即马少年诶，你讲20几岁、10几岁遐个 Z 世代，因追求的是啥？因追求是真实甲自由，安怎真实？因为他们已经到 AI 时代，他们的知识量有没有比我们高？有呢。因知影，我就甲问讲，迄是要安怎解决？伊就 AI 问讲，啊，就是这样啊，啊，这样，啊，这甲电脑拍了比我紧。我说你为什么可以办到？啊，就是 AI 就可以帮我弄到啦。啊，我得爱对去学 AI 安尼，吼，对无？因爱真实，因为因知影的比咱，迄知识量足济呢，足济。他们随便找，随便都知道，吼。啊，因嘛知影网络里面的很多资讯，但咱嘛知影网络里面就危险啦，吼。因的心灵还未成长到迄个时阵，就容易因为网络来沉沦落去。所以因爱的是真实甲自由，真实甲自由。啊，伊若爱自由，咱若家苦劝的时阵吼，咱就会碰到一鼻子灰啊，伊无爱互绑咧啊。哦，所以遮个拢无对甲毋对，遮个拢是咧甲咱提醒，哦，原来咱差别遮尔大。哦，原来差一个10岁，像迄差几啊世代安尼吼，差一个10岁差足济安尼。遮个拢叫做生命经验的反应。咱长辈稳重责任感，吼，咱中世代因记的人会知影讲，啊，我要怎去改变，互即个效率搁较好。搁较少年的人，因知影，我即摆行伫 AI 时代，你的代志我拢知。因为我会当去查着所有的资料，但是我要做毋做，是我的自由。哦，所以伫教会内底吼，哇，要管理这足困难对无？吼，足困难。毋过咱爱了解，这真正是差异哦，吼，这毋是对甲毋对哦，吼，这是咱生命的反应，生命的反应。吼，所以我真欣赏吼，伫高雄这个所在，恁敢有看这？恁敢有去高雄？最近敢有去高雄佚佗过？吼，最近顶个月，因高雄毋甲去。我因阵嘛是伫高雄服侍，我伫德成教会。我所住的所在就是伫爱河的附近。哦，因足厉害的，高雄足晓行销，安怎行销？伊就掠一只鸭囥咧爱河内底甲放落，有无？就这人去看，哦，黄色小鸭诶，哇，有黄色小鸭。另工佫掠几只迄什物白烂猫，哦，几只猫咪，哦，啊，佫囥伫，佫有因迄个高雄的迄个
捷运站的猫咪，啊，就甲白白咧、囥囥的，哇，啊，佫足侪人佫来啊，过年的时阵。所以我感觉高雄吼，伊有咧整合一件代志，不同世代，吼，让它都可以有亮点，伊咧找其中的优点。啊，BLACKPINK 吼是韩国的团体啦吼，你若听流行歌，你会听啊啪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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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听过无？内底就是一个团员，伊内底一个团员唱的歌啦吼。因毋是因即摆是有时阵会单飞，啊有时阵会合作伙吼 ，BLACKPINK。哇，这市长就足聪明的吼，伊就甲所有的高雄吼有会发光的所在，高雄发光的所在就是即个吼，高雄的流行音乐馆吼，迄个伫爱河边啊，啊，佫有即个大港桥吼，啊，甲甚至吼，我住迄个所在有一个叫做大同医院。伊含病院嘛，甲人改成粉红仔色的。我想哪会安尼？规条路啊，拢是粉红仔色的。吼，伊咧强调啥？哦，高雄要办演唱会啊！哦，阮足热烈咯，甲阮即摆要做的特色凸显出来，含伊家己的头毛嘛去用粉红色的。我毋知伊是用 AI 做还是安怎啦，应该是用 AI 做的啦吼，所以。即个政治人物嘛咧模仿，吼，又是粉红仔色。因甚至吼，遐高雄嘛是诚大呢吼，县市合并嘛吼。你敢有看到即张？即张你敢有看到伊的字叫啥？甲仙呢？伊的粉红色红到甲仙去呢，毋是市区尔尔哦，含伊的外围城市区。甲仙是伫我局井，我局井到尾，我拄仔行入外口内底去，遐有甲仙的对无？含甲仙嘛安尼，所以这就是一个，用伊看到少年人的特色，放伫即个无共的建筑物叫做现代感嘛，叫做一个标的物嘛，迄是咱拢会看到的所在。咱拢注重的所在，甲伊改成粉红仔色，互伊呼应即个城市的重点。所以，这高雄市长用即个行销的方式吼，带动整个高雄即个城市的观光收益吼，看见优点，加强迄个印象，吼，结连迄个资源，展现迄个特色。互无共的世代拢伫发光，这是真特别的一个方式。所以咱对无共世代的认知，咱真正毋是要比较，咱是找出伊的优点，来互伊发光，这真正是互咱会当来看卖吼。迄有偌夸张呢？迄天阮伫台南，阮叫无计程车呢，因为阮长辈伫做活动，伫上旺德福，伊迄天咧叫车，伊就甲我讲无输，我叫无车，我叫半点钟，我讲真诶哦，我来看卖我嘛帮伊叫，真正叫无呢？伊讲哪会安尼？今仔日就叫无，我就想到 BLACKPINK， 伊迄饭店订甲到咱台南来啊，饭店拢订了了吼，遐旅馆拢订了了，所以计程车嘛可能咧接送的款。我说哪会安尼？为什么拢无车？迄个时段很冷门呢，10点到11点这么冷门的时间叫不到计程车呢，等半个小时。哦，就夸张，就夸张的啦，嘿啦，所以嘛是就是咱的困扰，嘿啊。但是对即只少年仔来讲哦，这真正是参与跟创意啦吼，这是厉害的所在。所以咱要讲的是，要安怎去听到对方的需要，要安怎去互迄个听搁较进一步吼，就是即个雅各书，好无？雅各书第1章19节，做伙来念，来请。对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咱爱紧紧听，了了啊听，慢慢啊讲，慢慢啊来想去。慢慢来想去吼，这就是咱圣经的勉励吼，就是拢写足简单吼，就甲你讲下，就爱安尼啊吼，紧紧听。啥物是紧紧听？吼，
敢有搁加一步解说？有啦吼，咱着爱结合迄个心理学来看啦，叫做接纳、同理跟回应啦，吼，即个是吼，紧紧来听，紧紧来听是听着伊咧讲的重点，伊的重点就是伊的情绪，人足重要的是伊情绪的感受。吼，伊若甲你讲，我今仔日感觉我足艰苦的，吼，因为我的1000箍去洗全脸的时阵无去啊，吼，啊你若甲伊讲，好，你若安尼啦，钱拢保管袂好，安尼你敢有掠着伊的情绪？无嘛，伊讲伊足艰苦，你爱对伊的艰苦开始啊，讲。哦，我知影你足艰苦，钱无去啊吼，啊，我嘛爱感受着我顶届钱无去的时阵嘛是安尼足紧张呢。你接纳他了，你有听着伊心内迄个需要，吼，心内迄个需要，就亲像咱对青少年讲啊，你要安怎去接纳青少年的情绪？咱细汉囡仔，吼，咱即摆青年拢讲华语。所以你要叫伊乖乖坐伫台语遮来听讲道，你若内底无华语，因着尿尿酸啊，搁滑手机嘛，要甲你插滑手机，吼。所以即时阵吼，咱若随甲讲，你哪会使安尼？礼拜无点财，吼，礼拜无点财，吼，按吼，即句话你若甲讲落去吼，遮个少年仔心门着关起来，因为你无去听。因为你无去感受着讲，伊其实有一个需要，伊伫遐尿尿酸，伫遐滑手机，其实伊是因为听无台语即件事，吼。所以咱若有感受着伊的需要，咱会顺迄个世界讲，你伫聚会内底，你感觉有啥物困难的方式，互你感受着困难，还是你听无的所在嘛？你会当甲我讲一下，吼，甲我，互我了解。迄著是接纳伊会滑手机的尿尿酸的原因。哦，伊就会甲你讲，我听不懂台语啊，我不知道你们在干嘛。吼，所以咱着华语礼拜嘛，吼，遮囡仔咱着会设计儿童的礼拜，吼，互因。第二就是同理，吼，同理他的感受，吼，当伊听无台语。哦，当伊感觉礼拜时间真长，当伊袂当安尼唱唱跳跳的时阵，哦，咱就会设计伊需要的啊，我们同理他啦，吼，我们就有华语礼拜啊，我们就有儿童主日学，吼，或者囡仔去伊会当去的所在，哦，来就是回应伊，吼，回应伊吼，毋是放点点吼啊出在去，回应就是做好准备。来接伊的需要，吼，亲像咱教会嘛咧建堂嘛，啊，中华路教会嘛咧建堂，吼。即摆少年人伫奉献的过程内底较少，尤其是就是伫上班的青年人，吼，因为因，咱讲实在啦，即摆世代要趁钱嘛真辛苦，吼，所以因会当奉献对因来讲，其实是拢足艰难的一件代志，比咱即个世代来讲。因比咱搁无法度奉献，吼，因为因的薪水、因的需要，搁有因知影的代志伤侪，因所要爱物件比咱搁较侪，吼，所以伫奉献顶面因较少。但是阮用小组吼，迄志工仔小组铺嘛吼，着互因讲，啊无这志工仔小组恁早转去，你家己画图，哦你要甲安怎画拢袂要紧，吼，啊迄只就是你。奉献的迄个钱筒仔，你有10箍啊，5箍1箍，你就甲录入去，吼。啊，这就是你的小组，你会当甲号名，啊，你要奉献的时候，你着用即个名甲奉献出来，吼。鼓励因用因家己的方式来做奉献的代志，无一直甲因强迫吼，迄真正会有一个强烈的伤害力啊。所以阮就用即个方式，慢慢足慢的，吼，甲因推动。陪伴青少年，甚至不长辈嘛是安尼哦，这毋敢若是青少年尔呢，这翁仔某，搁有大人，搁有青少年，咱拢爱做即件代志吼，即件代志吼，
就是紧紧听，慢慢啊讲，慢慢啊想去，就是接纳、同理跟回应，这是伫圣经内底，咱用心理学的状态来甲伊解说的部分，来甲伊解说的部分。所以，咱着爱伫即个内底来彼此陪伴，彼此陪伴就是要做伙来享受稳定的时刻。来，罗马书12章第10节到第13节，做伙来请。爱弟兄姐妹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特别用红字甲扣起来吼，听，彼此推让吼，彼此推让，来就是服侍，爱服侍，常常服侍，然后爱忍耐，爱祈祷。所以伫彼此陪伴内底，这要诀拢是甲咱提醒的部分。听兄弟姊妹，伫接纳，伫同理，伫回应内底，彼此连接。这个亲热是连接吼，对人好款待，彼此来相让，互伊来做一个上帝的工，互伊来服侍，互遮个拢是互相祝福的时刻。所以伫咱大家教会，咱有无共个团契啊？咱嘛有小组嘛吼，咱会有小组，咱有圣歌队，咱有敬拜儿乐团，咱有 PPT 的服侍，咱有诗会，咱嘛有诗琴，咱有足侪无共的特色。但是咱就是互相的沟通内底，来服侍，来服侍。伫五忙中间，伫患难中间，忍耐。迄个忍耐的重点是啥？祈祷，毋是徛伫上帝的头前，是祈祷，做伙来祈祷，找求上帝的旨意，找求上帝的旨意。所以来讲。这是同心建造的过程，我们要跨代同行啦。一个教会真正要跨代同行，长辈用生命的经验来传承这个信心，少年人用伊的活力甲伊的创意来活动这个教会，互伊继续向前行。这就是教会看起上水的状态，同心同行。你会当听，嘛会当建造，会当听，嘛会当建造。最后，就是这个经文啦。来，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来请。你们就是基督的儿子，并且这做出最强的团队不是想法一致，而是能尊重差异并分工合作的人。这就是大桥教会啦，对不对？尊重差异，彼此分工合作，最强的团队，最强的团队。你知影以色列吼，因伫烧战，因伫做，因的军队，毋是像咱的军队安尼，集合小组干就然后一起来。因伫做兵是查甫查某拢爱做兵。你若去，即摆袂当去啦吼！你若有去过以色列，看有时有人排枪吼，迄步枪就排枪，有顶着安尼行，迄拢咧做兵。他是单兵，单兵他就要去任何的地方学习怎么作战，他单兵就要作战了。但当他们那个集合令一吹起来，所有单兵就会集合在同个地方一起工作。所以，因有家己的想法，因也要独立作战，他也可以做伙同工。所以这嘛是互咱思考的点啊，因为咱华人的教育就毋是一概共款，较无即个想法。所以经文吼，这个真是最后一个经文了，真的是最后了。对不起，我一直让你们说最后了。来，诗篇133篇。
来看吼，看呐吼，看呐，来，请看呐。弟兄姐妹，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酒浇在本头上，流到书居，又流到他的基基，又好比黑门的甘露浇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哦，这若是咱牧师在主理圣餐传上大礼好的时阵，你会搁较感受着吼。伊讲看兄弟姊妹若做伙徛起，是偌尔啊好，偌尔啊欢喜。哦，迄个欢喜是啥？就亲像迄个抹油的过程吼，迄个祭司要用抹油的过程是足尊贵的。迄油，因的迄阵时代油足贵哦，油滴落你的头壳顶，阿伦的头壳顶流到喙鬚，搁流到伊的衫件。你有看到牧师边仔迄种流两条迄领带有无？对，吼，迄就是油按遮流落来，搁流落来。迄可比是啥？你知影咱以色列迄个所在是沙漠地，因雨水嘛足少，啊，因的水要按地来。黑门山，黑门山是因上悬的、较悬的山，伊常年都会积雪，所以时间到，伊融雪时流落来的水变成迄个约旦河，安尼流落来到以色列即个所在，到加利利即个所在，成做一个生命的河流，吼，降临伫即个所在，伫遐有耶和华命定的福气。永远的生命，所以逐届咱若牧者吼，伫主持大礼拜，迄个两条长长的，迄个嘿，以佛得迄吼类似吼，就是迄两条长长的，迄就是咧讲阿伦，迄个流到伊的喙鬚到伊的衫件的油流落来，亲像乌蒙山的迄个雪水流下来，流下来干嘛？流下来哪里？对，留下来大桥教会啊！你知影伊逐摆咧主持圣餐的时阵，你影看迄两条，迄两条叫做看呐，弟兄姐妹和睦相处是何等的美。所以，伊知影迄礼服拢有伊的意义伫咧。迄个牧者行出来。虽然牧者拢有软弱的所在，但是牧者因若互上帝派迄个任务的时阵，伊行出来，伊迄以真以理，迄就是咧讲，大桥教会免了受上帝命定的福分，永远的生命得到永永远远。真的，真的，真的，毋管你是啥物年纪，就是安尼。这就是教会水的所在，这就是上帝过咱同在的时刻。所以愿咱大家教会，对彼此无共的理解开始了无？接纳，来第二是啥？同理，来是啥？回应，紧紧听，慢慢啊讲，慢慢啊受气。互无共的世代彼此尊重。更做的毋单是礼拜堂，阁有咱的心，互咱做伙勇敢向前行，做伙来祈祷。阿爸天父主感谢你，你互阮有一个真水的愿望，互阮看见伫教会内底有遮尔水的服侍。主啊，求你祝福伫大桥教会，主啊，因每一个世代拢有互因充分的尊重。对长辈的服侍，阮看见阮的长辈时代，因专心，因尽忠，因愿意，因谦卑。阮看到遮的中生代，或者的壮年的时代，因愿意来创意、来改变、来提升迄个效率。阮看到少年的时代，因充满着因的科技结合的智慧，因知影足侪新的代志。主啊，求你帮助阮，
互阮伫遮无共的世代内底，拢诚侪你同在的合意，互大桥教会会当强搁有力，诚做上帝国的祝福，互迄个生命的福永永远远留伫即个所在。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感谢主吼，迄个罗师甲咱分享的，即个做伙安怎来同心同行吼。咱即时要来唱回应的诗歌，是圣诗527首，咱拢诚做一家人。即摆咱请起立，咱要来吟奉献的诗歌。
是咱请小长老来补充报告。大家平安。是真感谢，因为交换讲台咱才有机会听到吕牧师咱遮甲咱们做分享无共的迄个讲道内容吼。吕牧师双口语。中华路即摆咧建堂吼，较歹相共，咱已经伫迄落，因即摆咱开始咧建堂，咱嘛有发现着吕牧师即摆较瘦哦。真正是建堂的重担，真正是真大吼。咱嘛继续为着因的建堂来奉献甲代祷吼。咱嘛有即个经历吼，迄个建堂的即段时间，每一个人的重担拢非常的大吼。咱嘛祝福因上帝甲因补足，有甲有剩，因为恁是为着上帝福音来起造即个圣殿吼。感谢主吼。今仔日吼，咱若会早时啊啦，咱有听到孟凤兄讲平安，伊今仔无来，因为伊入迄个加护病房吼，伊迄个肺炎吼，所以咱继续为伊来代祷。咱嘛为着凤兰姐，伊真正是真辛苦吼。好，我来介绍现在，咱讲新人，其实毋是新人啦吼，咱伫主内拢是一家人吼。来，我来介绍周玉丽弟兄吼。来，咱拍拍啊来讲。请坐。伊是咧做装修水电吼。伊是咱较早吼，甲咱往水电的，毋是哦。哎呀，伊介绍伊来吼。感谢主吼，因为无书叫有写，安尼我想叫伊甲伊介绍嘿。你住伫大桥遮尔嘛吼？安尼吼，嘿，真欢迎，感谢主吼，嘿，来，第二位，来，这位是陈素贞老师哈，你住伫大桥吗？感谢，很近哈，往行到运动地带哈，真欢迎你来，你第一届来吗？去年有来哈，好，真欢迎你来。因为我一直咧甲伊看，你拢笑眯眯，吼，咱嘛爱学习，随时拢笑眯眯。我会知影看到迄个周弟兄，伊嘛拢笑眯眯吼。来，咱来看另外一位是林伯良吼，伊是来第二届，伯良呢，欢迎你吼。来，佫有一位姊妹吼，因为伊第一届来的时阵，我和牧师都要出歌，叫做林如慧姐妹，欢迎你来。等下会后吼，你会当参加迄个咱的迄个活水泉小组聚会，因为你年龄比较相近。周弟兄哦，你会来参加阮的以诺小组。等下咱请魔长老吼来甲伊迄个招呼一下周弟兄吼。我报告到遮吼，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吼，伫咱的礼拜煞，咱的小组照常来进行吼。这是咱要来唱上的诗歌，新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心关你。
上帝祝福。愿主上帝因光遍照大桥教会，互每一个世代拢有上帝光照甲开力，互因充满上帝恩典。伫耶稣基督的保护洗净耶早内底，每一个人拢才做新创造的人，伫新的意念内底，做伙来更新，做伙来荣耀上帝的名。伫自信心同在的内底，互阮领受到对乌门山流落来迄个宝贵的水流落伫阮的身躯顶，也亲像阿伦的油流落来伫阮的身躯顶，安尼永远的福分定着伫大桥教会到世世代代。安尼祝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